廖偉賢選手喺上午嘅正式組1A 組初賽咧都順利進入決賽啦，咁都代表咧今次係廖偉賢選手最後一次參加新星組嘅。希望佢有好嘅發揮啦。好，攝影 ready 未？音樂評判 ready， 廖偉賢選手，Are you ready？ 2025世界搖搖大賽香港區冠軍賽新星組廖偉賢。唔該曬廖偉賢選手嘅精彩演出。接住出場嘅係第4